過咗35歲，應該係你人生過得最艱難嘅時候。35歲，我做咗媽媽，產後復工第一日就係我失業嘅第一日。就算曾經做過有幾好嘅成績，一句因為架構重組就可以抹殺晒你所有努力。當你以為自己好幸運，6個月後之後揾到另外一份工作，人工加咗，title 再加咗，但係1年後同樣原因，我可以冇咗工作2次。當自己好喜歡，真係好有熱誠嘅工作，突然之間一下子乜都冇晒，嗰個感覺好似係失戀或者係被出賣嘅感覺。因為一下子俾人攞走晒所有嘢，個人好似跌咗落個窿度嘅感覺。被失業之後，其實內心有好多嘅掙扎，有好多不安，好多 uncertainty 嘅感覺，覺得點解會又係我？係咪我做得唔夠好，定係點解用咗10幾年時間去 build up 嘅嘢，可以咁樣一下子被大時代洗走咗？曾經有朋友問我，點解你俾人裁員之後唔覺得尷尬，唔覺得 shame， 咁 vocal 去 share 你自己嘅故事？因為我覺得我從來都冇做錯，所以我決定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分享我嘅故事。從前我都係一個跟足社會規矩，讀好多書，揾份好工，努力向上爬嘅一個打工仔。但係當你做到10幾年，有翻咁上下地位嘅時候，可能你就要重新審視一下，會唔會想做一啲唔同嘅嘢？如果我從來都冇失業，我就唔會開始嘗試自己做自己嘅老闆，嘗試一個冒險嘅旅程。我開始喺網上面分享自己嘅故事、自己嘅經歷，分享我自己嘅作品，然後好慶幸40歲前仲可以繼續自己去發夢、去追夢。如果我冇失業的話，我就唔會遇到一班默默支持我嘅神隊友，無數個 event 大時大節前好攰嘅晚上，喺 studio 一齊流住眼淚慶祝嘅熱血。如果我冇失業，我唔會收到你哋嘅 DM 話俾我聽我嘅故事，令到你有少少勇氣行出第一步。因為花帶過我去嘅地方，因為我自己創造出嚟嘅機會，仲有我內心慢慢少少建立出嚟嘅自信，都喺度話俾我聽，其實就算行另外一條路，都係一個唔同嘅風景。如果我從來都冇失業，我就錯過咗我一路以嚟所有嘅機會，所有嘅經歷。我好感恩我自己經歷緊呢一份成長，我知道呢一份經歷對於我嚟講係會令我自己更加進步，成為更好嘅自己。我可能失去咗一份工作，但係我揾翻更重要嘅嘢，就係我自己。我唔知之後條路會係點，但係我會繼續期待我之後嘅旅程。